總統賴清德今仔宣布，對2027年7月1日開始，要增加第3類型戰鬥部隊加給，予旅級以下提供作戰持續力的部隊，達個月加4000塊的加給。另外，也宣布講，這軍公教職員對明年1月開始加薪水加4%。軍公教人員也從今年7月調增專業加給以及主管加給各2000元，明年1月起，還會再加薪4%，這將是參與前總統執政和我上任後累計第5次為軍公教加薪。政府陸續調整薪資、勤務加給以及各項待遇，就是要透過更合理的制度，反映官兵肩負的責任、風險與專業。總統賴清德下晡去視察部隊的時陣呢，有來甲因勉勵，而且佫頒發加菜金。另外，佫再宣布講要增加第3類型戰鬥加給，國軍加薪，也表示講軍公教人員呢，明年1月開始會佫再調薪4%，這是最近這幾年來累計5擺為軍公教人員調薪水咯。